前排我喺巴厘島翻去香港之後咧，留咗喺香港2個禮拜啦，結束咗我香港嗰間屋嘅租約，所以嗰2個禮拜啦，我就好忙，忙住要去同屋企人相處啦，或者係見下朋友啦，亦都係去執屋。琴日啦，我終於就爬咗呢個嘅富士山啦。因為我平時有做開運動嘅關係啦，我冇去 check 佢其實係有幾難。但係當然我都係做到足嘅裝備啊，嗰啲所有嘢都係齊全嘅。有呢個嘅導遊去帶住我哋上落山嘅。咁我哋就喺5合目嗰度，然之後咧就行到去7合目，咁咧就休息幾個鐘，可能瞓幾個鐘之後咧，我哋咁咧個天氣都幾好嘅，因為咧冇落雨啦。行到去8合目嘅時候，導遊同我哋講，我哋仲要爬多4個鐘啦。咁而且條路咧都唔輕鬆嘅，個風勢咧會比而家大多3倍。如果咧你決定咧喺呢一度就停啦，其實咧都可以嘅，因為喺呢一個高度已經可以望到好靚嘅地方。但係如果咧你要繼續上去8合目、9合目，甚至到頂啦，咁可能咧就你決定咗中途話好辛苦啊，要落翻嚟咁樣啦。嚟東京咧，我中意去東京嘅近郊，因為個環境個 vibe 真係好靚。我唔講嘢俾大家感覺下。導遊講完之後，我心有一刻係掙扎咗，因為真係太辛苦啦。對於我嚟講，要漏夜唔瞓覺，然之後爬上頂峰3000幾米嘅山，我又唔知道自己係會唔會有高反，第一次去咁高嘅山。嗰陣時，我有一刻係想放棄，就喺嗰度停咗就算啦。但係後尾我又諗，如果我就喺呢度停嘅話，我之前做嘅所有嘢就白費咗啦。而且嚟都嚟了，係咪先？跟住我就試下啦，就唔好放棄，試下跟住大隊攻頂。一旦決定咗之後，冇退路。所以沿途要做嘅嘢就係要幫自己去做個心理建設啦。我發現自己原來係嗰啲要將自己逼到去絕路，然之後當我發現自己係冇選擇嘅時候，我就會發揮我嘅小宇宙去令到自己比較舒適，咁樣去安然度過呢一個困難或者係呢一個挑戰。而並且我係可以完成呢個挑戰嘅。咁巴黎同埋日本呢個 trip 咧，其實我都係諗住俾自己辭職之後可以即係放鬆下啦。我第一次嚟富士山嘅時候咧，我就已經好鍾意呢度嘅環境啦。其實呢度係河口湖啦。咁我呢2個月算係喺度旅行緊啦，就唔係乜嘢旅居啦。雖然我嘅旅行唔係快閃嗰啲，唔係話哇5日入面嘅行程將自己嘅行程擠到好滿。但係因為都係不斷咁樣係轉唔同嘅地方，所以旅居同埋旅行係有分別。個分別對於我嚟講，在於咧，旅行咧，你每轉一個地方，你就要去 build up 一個 system，其實係需要時間。旅行係好難做到嘅，因為
旅行就係好機動性啦，好多嘅轉變啦。咁旅居嘅話咧，就係起碼你留喺個地方係耐少少，佢係可以去 build up 返一個 system。例如你要試唔同嘅餐廳啦，你要知道哇，我今日唔想煮嘢食嘅時候，我要去邊間餐廳啦。然之後你要有個 routine，你先可以慢慢等自己去建立一啲嘢。咁所以咧，我覺得我現階段我係需要揾一個地方去等自己可以慢慢靜落去做一啲思想嘅工作啦。而我都好佩服嗰啲旅行 YouTuber 啦，可以一邊去旅行去一邊拍片啦。我覺得我個人係唔適合行呢一個方向，因為我比較重視嗰個體驗啊。我唔係一個可以一心幾用嘅人，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傾向鍾意呢啲突然之間有諗到一啲嘢嘅時候，我即刻拎起部機去講幾句咁樣咯。琴日我爬富士山，我就嘗試啦，諗住可以拍一段少少嘅短片啦，但係太辛苦啦個過程，同埋兩隻手都拎住個登山杖，真係有啲困難，所以後尾我就冇拍到，就係咁樣啦。做乜嘢都好啦，要揾到自己覺得舒服嘅方式，少啲阻力嘅一啲方法，先會更加有動力，更加可以無阻力咁樣去 keep 住做一件事啦，並且係長時間啦。所以當你做一件新嘅事嘅時候咧，記住揾一個自己舒服嘅方法，呢個係好緊要嘅，適合自己嘅方法。